现在9盏灯，我和我们的同事们要做一个统计工作。来，你们面前都有个小牌子是吧？是为谁留的灯？我们要看一下。张穗是哥哥，哦，哥哥，我看不清，写着方，弟弟芳芳和圆圆是吧？啊，哇，哥哥战场这个战况激烈啊！2、3、4、5，哥哥5盏灯，弟弟2盏，那也很不错嘞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非常不错的成绩。下面刺激的是，要看看2个心动女生有没有为对方留灯，哦，好吧？11号，我们确认11号有没有为哥哥留灯？我没有为哥哥留灯。江梦玲有没有为弟弟留灯？没有。没有，好嘞，好，行。好了。对